我嗰時候睇佢哇，真係了不起喎！佢一個人啊，可以喺個咁高壓嘅情況之下，可以組織100個學生去另外一間學校聽演講。聽邊個演講呢？聽林吉祥演講。我呢同陸兆福呢係1999年識嘅。我哋當時候呢，佢喺 UKM 嗰啲我喺善之園。我善之園同 UKM 係爭一個火車路啫，一個火車站。咁樣嗰個時候佢係嗰嘅學生領袖。我哋當時係22歲，我同佢同年㗎。我當時22歲，就有一股熱血青年啦，就諗到去做啲嘢，因為當時候安華1998年坐監，咁我哋想做啲事。佢喺 UKM 就好難做啦，因為嗰時係政府打壓㗎嘛。咁啊，佢就同我講你喺善之園比較開放啲啦，不如咁樣啦。佢講佢喺嗰度組織咗100個學生坐火車嚟善之園聽演講。我嗰時候睇佢哇，真係了不起喎！佢一個人啊，可以喺個咁高壓嘅情況之下，可以組織100個學生去另外一間學校聽演講。聽邊個演講呢？聽林吉祥演講。所以我同陸兆福咧係從1999年識到而家嘅。我點解要提佢呢？因為當時候1999年行動黨輸晒㗎嘛，係嘛？林吉祥自己都輸咗嘛，夾巴仙都輸咗嘛。但係陸兆福呢就相信講行動黨一定愛翻生，所以呢佢就全職投入政治。佢當時全職投入政治，就做咗當時候行動黨秘書長嘅政治秘書。我記得好清楚，當時冇咩薪水㗎，冇咩錢㗎，但係相信行動黨一定會翻生。行動黨一定係喺邊度翻生呢？行動黨一定喺行動黨創黨嘅地方芙蓉翻生。所以2004年，陸兆福喺邊度選啊？羅伯。2004年就係因為羅伯嘅選民。我敗得全面，因為大家俾陸兆福一個機會，喺羅伯贏咗，行動黨喺呢度重新開始。多謝所有。